你嘅退休理想度假之地咧，今日終於同你揾到啦！呢度啲環境真係靚到啊！你唔買都要過嚟睇下。整個小區佔地3500畝，1500畝都係紅樹林濕地啊！萬畝紅樹林圍繞你嘅別墅啊，負氧離子每立方11000個，係廣西巴馬嘅3倍啊！而且我哋呢度啲別墅咧，每一套都有真正嘅深海溫泉入戶，首期30萬就可以攞低呢套臨湖溫泉別墅啊！唔單止可以做地下室，仲有溫泉入戶啊！後花園咧直通湖水，私家碼頭碧江釣魚，隨時停靠小船。前花園我哋可以打理下花草啊！呢套別墅入證面積130平，但係實際使用面積有成300平方啊！小區嘅環境優越，而且呢度嘅溫度4季適宜啊！我哋遠離城市嘅喧囂，喺呢度揾到鬆弛自在嘅晚年生活。想現場睇房嘅朋友，歡迎留言888。